全部是素的，好好吃哦！来，开动了，试试看哦。这是处女座哦，第一次做的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试试看，来，开动了哦。试试看哦。好棒啊，好棒！真的太好吃了。哦，全部是放蔬菜的，都没有饲料，全部是蔬菜的，还有菠菜或者怎样，绿色是菠菜，番茄、红甜椒，还有薏米笋。那就搞。还有小番茄，还有菠菜。确实好香啊！嘿嘿，好棒好棒！开放太